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7号。這一期咱們再聊一個荒唐事。什麼荒唐事？一個低保老人居然莫名其妙背上了20萬的貸款。為此他的每個月的低保自己也取不了了，每個月的低保要去還那個貸款，但是這筆貸款他也沒拿到。這就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河南一低保老人被貸款20萬元，叫被貸款。你能想象嗎？就是你人在家中坐貸款天上來，但是錢也沒來，這是怎麼回事？最近《新京報》它有個報道說，近日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少拜寺鎮邢莊村村民小邢，那個村都姓邢，這個小邢就向《新京報》的记者反映說，他在2025年年底幫他的叔叔邢明金去这個取低保金的時候突然發现他叔叔這個社保賬號裡的這個餘額是0，沒錢。新京報拍的這個視頻有5-6分鐘，我就不放了。他主要拍的邢明金的家，那個家一看就是低保戶的，裡面非常簡陋，就像一個垃圾場一樣。我看連個鍋具灶具都沒有，非常簡陋，在地上壘的，可以說一貧如洗，家徒四壁。按照新京報的報道，邢明金正好今年60歲，因家庭經濟困難，2020年10月被納入農村低保。那這個小邢就是邢明金的侄子，那恐怕就是因為他邢明金這個人不識字，也不會寫字，也不識數，據說看恐怕這個智商好像有點問題，日常恐怕跟銀行打交道，跟政府打交道，恐怕他這個侄子小邢幫忙。那這個小邢就跑去幫他叔叔取低保金的時候，發現賬上空空如也，餘額為0。這為0就為0，小邢他就問這個銀行查，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這個小邢居然發現他的叔叔邢明金不僅低保金沒有了，他的名下就在那個銀行居然還多了一筆20萬的貸款。這個貸款是2021年12月1號，這個也很簡單。這個小邢因為他每個月國家給邢明金發的低保，那肯定是按月打到賬戶上，按理來說他也沒取過，對不对？那取的這個小邢來取。那結果小邢來取，發現這低保卡上沒錢，那錢去哪兒了？有錢進來，那錢去哪兒了？所以小邢就讓銀行幫他查流水，結果發現每個月出去的錢還貸款去了，莫名其妙的，為什麼要還這個錢？所以小邢他就又去查貸款，通過賬戶流水，小邢發現邢明金名下這20萬貸款在放款的當日，20萬一放到這賬戶上，立馬就轉走了，轉入一個陌生賬號。貸款銀行工作人員查詢後告訴小邢，該筆資金在經過2次轉號後，2次賬號過渡，從邢明金的賬號再劃到別人賬號上，再從別人賬號上劃走，再提成現金，線索就斷了。因為轉賬就知道還轉到下一家到哪兒去了，對不對？他提成現金了，那你就不知道去哪兒了。最終誰提的現金信息，銀行就不告訴這個小邢了。經過小邢調查，從放款當日起，邢明金的賬戶就開始為那筆不見了的20萬的貸款在償還本息，就每個月就扣，國家發給這個邢明金的低保金一到賬，然後呱嗒就劃走了，去還債去了。那這到底怎麼回事，對吧？這個邢明金到底幹啥了呢？為啥要貸款呢？小邢說，邢明金的貸款合同上發現了諸多疑點，他把那合同再一看，因為大家知道，辦過貸款人知道，你去貸款你要有抵押物的，不是叫抵押物，要貸款要調查，背景調查是吧？有你得有還款來源。那你說像這麼個低保戶，他居然能貸款，他怎麼通過呢？所以小邢他就查這個貸款合同，一查小邢發現了，他告訴新京報記者，小邢發現貸款銀行就叫南陽唐河縣農村信用社，但是現在改名了，改成什麼唐河什麼農村銀行。農信社在給邢明金做的貸款合同調查報告中附帶了說，邢明金有價值35萬元的房產，有10萬元的私家車1輛，而且說邢明金還有存款10萬元。那有了這3個條件，所以說邢明金他才能貸款20萬。實際上這3個義務3個都是編造的，沒有。邢明金家裡那也不值30萬，那個破房子，10萬元的私家車那不可能的，他就沒車，他更不會開車，也沒車，存款10萬也是杜撰的，邢明金根本就沒錢。而對這樣的一個材料，銀行就是農信社的2位客戶經理郭某和陳某坤分別簽字蓋章確認，他們調查過，這是材料是真的。
所以有了这個材料才能放款。那根據新民金的說法，那他到底是怎麼背上這個20萬的貸款的呢？新民金他自己本人說，他是2021年12月1號被邢萬坡，就是他們同村的一個叫邢萬坡的，你看国家果然是叫邢莊村，都是姓邢的，被一個叫邢萬坡的村民把他帶到這個農信社貸款的。那這個邢萬坡是什麼人？這個邢萬坡曾經做過邢莊村的村會計，當然了，現在恐怕不是了。據說邢萬坡帶新民金去農信社辦貸款的時候，也沒告訴新民金，所以我說新民金這個人腦子恐怕也不太好，估計給了他一瓶酒，或者給了他2包煙，或者是給他客氣一下，就忽悠他，哎，你跟着我去吧，我辦点事兒。新民金這一輩子啊，他都不知道貸款是什麼意思，貸款為何物，他也不識字，就這麼一个就这個文盲，被邢萬坡帶到農信社去辦手續去了。那這個貸款也沒那麼容易，因為作為銀行，這個貸款是有叫程序形式他要走到的。這筆貸款人就是邢民金，但是還有2個擔保人，擔保人之一就是邢萬坡帶邢民金去的，還有一個擔保人叫邢安田，貸款人邢民金，擔保人邢安田。這個貸款人又有10萬塊錢存款，然後有35萬塊錢的房產，還有一個10萬塊錢的轎車，說明家庭條件不錯，所以能貸20萬。這樣20萬就貸下來了。跟邢民金一樣，這個叫邢安田的這個人，事後記者調查他說他根本就不知道擔保是什麼意思，他也不知道。2024年4月，邢民金、邢萬坡、邢安田這3個人呢，因未能及時足額償還貸款，被唐河縣農村信用合作社告上法庭。法院判決邢民金判決生效10日內償還本金，邢萬坡與邢安田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就打這個官司，邢民金本人都不知道，還不知道法院打官司什麼意思，他什麼都不知道。那法院缺席審判，判決你邢民金要還錢，是你貸款的，怎麼還？就把這3個人邢民金、邢萬坡、邢安田他們名下所有的銀行賬戶給凍結了。那邢民金他這個低保賬戶也被凍結，所以低保賬戶只要有錢就劃去還款了，所以自動劃扣。法院判決以後，邢萬坡他說他就自己交了2萬塊錢給法院，交到法院去了之後，就相當於還了2萬，才把自己和邢安田的2個擔保人的賬戶給解凍了。而這個邢民金的賬戶，就是他那個低保賬戶繼續被凍結，繼續自動劃扣低保金，用於那20萬貸款的還本付息。那好多人就說了，那你這個邢萬坡到底在搞啥，對不對？這個事情乍一看好像就是邢萬坡這裡搗鬼，是你帶着邢民金，對吧？還有邢安田2個人跑去，一個貸款一個擔保，那他把自己還擔保上了，自己還掏了2萬，那是不是這20萬是邢萬坡拿走了？無利不起早，對不對？記者就去採訪邢萬坡，你為啥幹這個事？結果邢萬坡大倒苦水，他說是銀行的負責人找到他說他們有一筆貸款壞賬了，沒說是他們村，就是說他們銀行有一筆貸款到期還不來怎麼辦？說讓邢萬坡幫忙找一個窮的，越窮越好，想辦法讓他去貸20萬，把以前有個壞賬20萬貸出來之後，把這個錢就還了以前的賬，還上，把那以前的壞賬就相當於沒了，變成一筆正常貸款還掉了。新產生就是這個窮人低保戶貸的這個錢，過2年說讓他成為壞賬就完了，這事就結束了。說讓邢萬坡幫忙做這個事，那當然了，這都是記者調查啊，邢萬坡自己說的。結果邢萬坡說，結果這筆貸款也沒有變成壞賬，他居然還要還，所以還到法院打官司了，所以他還掏了2萬，就這麼個事。由於農信社的人找邢萬坡讓他幫忙找人，所以他也不什麼動機咱不知道，他找到了邢民金，找到了邢安田2個人，把這貸款一辦完，錢一到邢民金的賬戶上，立馬就這個貸款20萬就花到最後，可能就還他所說的以前的那個貸款。但該筆貸款並未成為所謂的壞賬，指的是邢民金貸款的邢民金的賬戶繼續被扣款，以至於連低保金也被自動劃轉。記者就邢民金貸款遭遇及經辦人情況向該貸款銀行，就是農信社現負責人進行諮詢，該負責人未提供經辦客戶經理聯繫方式，但表示他們已經了解到該舉報，銀行紀檢部門正在對此事進行調查。那這個是5月初的事，新京報把這個在網上一發出之後報道，1天以後，也就是5月29號，新京報也發了第2篇報道，說
河南低保老人被貸款20万元，追回结清。5月29日17时，河南一被騙貸20万元的低保老农邢明金侄子小邢收到一条河南农商行的短信，信息显示邢明金的那筆不知被誰取走了的20万元的貸款已结清。在系統裡面，你查就查到自己貸款了。小邢幫他叔叔一查，果然在系統裡面一看，他叔叔那個20萬貸款已經結清了。28日至29日，《新京報》持續報道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邵拜寺鎮兩老農疑遭騙貸，村民莫名被擔保事件。報道發出後當地於29日成立聯合調查組。當日，邢明金名下的20萬貸款即被追回。那這個小邢就給銀行打電話問這個錢是從哪兒要回來的，是到底誰拿走了，誰還回來的？他要問，結果銀行的是無可奉告。不知道，總之你這錢被還了就行了。莫名其妙的貸款，莫名其妙的還清了，你說這叫什麼事？新華社6月7日消息，這個是《新京報》6月7號又第3次報道，說河南南陽通報低保老人被貸款20萬。記者從河南南陽市委宣傳部獲悉，近日有媒體反映河南唐河縣邵拜寺鎮有群眾被貸款問題後，唐河縣委、縣政府和南陽金融監管分局、河南農商銀行南陽中心支行成立聯合調查組，現場核查處置。經查，共涉及3人3筆借名貸款，它叫借名貸款，借別人的名字貸款，合計79萬元，其中一筆20萬元為貸戶借用低保戶名義貸款，均曾在貸戶涉嫌借名騙取貸款。農商銀行工作人員違規操作問題。目前涉事群眾相關貸款及被自動劃扣的低保金已全部追回，失信被執行信息已刪除。唐河縣紀檢監察機關、農商銀行、紀委已對事件中15名相關責任人依法依規作出處理，其中開除黨籍1人，留黨察看1人，其他人員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規降級、行規记大過、记過等處分，涉嫌犯罪的已移交公安部門進一步調查處理。南陽市已成立市縣2級工作專班，在全市範圍內開展全面排查和專項整治工作。邢明金被扣走的15300元低保金也如數返還了，是不是大家就覺得這事完了？其實沒有，禍不單行，福無雙至。邢明金還有一個哥哥，後來發現他哥哥也莫名其妙背了貸款29萬，而且他的貸款銀行是跟邢明金那個貸款銀行是同一個銀行。什麼叫蟑螂定律啊？這就是蟑螂定律。你發現一個亂貸款的叫被貸款，發現很多人都被貸款了。當然了，很多網友就開始質疑了。第一個，低保老農憑空背上20萬元貸款，而審核到底是怎麼通過的？那審核他造假了。也就是這是人家銀行內部要這麼幹，那所有的形式的這個條件他都能具備。造假嘛，什麼35萬元的房產、10萬元的私家車、10萬元的存款，這些他都可以造假。你要什麼條件，他給你造什麼条件。總之要讓邢明金這個人貸款帶上，那個他哥哥29萬也帶上。所以所謂的審查審核形同虛設，那看對誰。你真想貸款的，你真的要去貸款的，那不好意思，你可能貸不着。你不是這兒不行，就是那兒不行，反而這些被貸款的，你人都不用去，人在家中坐，貸款填上來。第二個大家最感興趣的是什麼呢？就這20萬到底是怎麼回事？把錢去哪兒了？邢明金被貸款20萬元，其親哥哥被貸款29萬元。那這個當地被貸款的肯定不止他們兄弟倆。剛才已經說了，當地成立調查組，說一共就3個，你看看就這麼精準，因為你報道了2。他饒了你一個，一共3個，你報道幾個就是幾個，是不是？至於那其他的他沒有的事，所以你就得懷疑，這官方說3個，是不是真的只有3個？邢明金就兄弟倆了。第3個，很多人就問，對吧？最後邢明金15300元的這個低保金是從哪兒退來的？你的20萬貸款從哪兒還？誰還回來的？你不能就這麼不了了之，對不對？實際上這個事情，我個人認為，金融系統的這種爛。尤其是河南的村鎮銀行爛，這個大家是早有耳聞，是吧？早有領教。河南村鎮銀行暴雷，你說這麼管理，它能不暴雷嗎？
大家早有耳聞，如雷貫耳。所以金融系統這裡面的多爛，我們應該的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叫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你說不這樣，那才叫怪，對吧？金融系統裡面的亂確實觸目驚心。我今天想說的是什麼？我今天想說的不一樣的是，這個事情啊，最可怕的之處是法院居然不作為。金融系統爛，我們能理解，你已經領教了，對不對？反正就是爛。但是法院居然也爛，那這個事情已經沒有救了。金融系統和法院只要有一個環節啊，認真把關，只要一個環節，法院也不是一個環節，法院也有好幾個環節。無論是金融系統的還是法院系統，只要有一個環節認真把關，它這個事它就發生不了。假如說金融系統已經爛了，新民金被貸款沒關係，被貸款之後人家也不還錢，他不知道是被貸款的，對不對？我也不還錢，不還錢，銀行把他一告到法院，法院的哪一個環節認真去核查一下，他都會对這個案子產生疑問。所以這個法院也是走形式。你只要把紙面的東西送來，沒問題，行了，我就判。這就叫系統性的崩潰，整個系統爛掉了，就是金融系統爛了，到了司法這兒也爛了。你只能得出這個結論。如果說司法系統是正常運轉的，那這個案子他也不會簡簡單單就把這個新民金給他銀行凍結，判他要賠錢。法院隨便調查一下，你這就冤假錯案了，你這叫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這個原告被告新民金沒有到案，這就有問題，因為你也不是找不到他，這叫缺席審判。這民事官司啊，我可以告訴大家，誰缺席對誰不利。這樣的一個案子，你都是在一個縣裡面無保護，你法院開個車過去就能把人找着，想跑都跑不了。找着把人一問，這個案子你就要打個問號。我說不好聽的，我也不是什麼道德高尚，如果我是法官，我遇到這樣的案子，我也不敢說，我就不判，不是我说这判银行輸，我也做不到，因为那所有的證據對這個被告的不利，對這個新民金不利。但是我要遇到這案子，我最起碼可以做到拖，我不會判的，我找各種借口，反正就是拖。這裡面有問題，這個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這個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為法律是好歹是保障最後一道什麼公平公正，它是一個底線，它是靠山，它是秩序。結果法律系統壞了，法院壞了，你說還有治嗎？還有救嗎？你金融系統可以亂來，你行政系統可以亂來，系統也可以亂來，不要緊。最後我們去打官司，法院法律是兜底的，結果兜底在這兒出問題了。我認為這是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失望。你其實我們打交道的，比如行政，比如城管，比如這個銀行，比如你跟別的民事主體之間產生各種矛盾，沒關係，最後我們去打官司，咱們講法。結果賴以托底的這個法漏了，你看漏的還厲害，就這麼一個東西，你想想，一個低保戶能貸出20萬，你本身你就要去，你作為一個法官，只要正常人，你就會打個問號，一個低保戶他怎麼可能貸20萬幹啥？用款幹啥？他這20萬理由他貸去幹什麼？完了，被告還不出庭，對不對？被告不出庭，那你得更得搞清楚，這裡面就有貓膩，對不對？我想我的粉絲裡面恐怕也有學法律的，甚至恐怕也有法院系統的，你都知道，都門兒清。你要看到這案子，你肯定心裡有數。法官也不是傻子，那為什麼他就居然這麼判了？完了之後就從人家這個低保賬戶裡扣錢，還給這些農民全部失信。農民失信無所謂的，因為他也不坐高鐵，他也不坐飛機，完了他也不住什麼3星級以上賓館，你給他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你給他限高沒用，他不知道他被限高了。所以我看完這個故事，因為我對銀行這裡面的彎彎繞這些亂象早有耳聞，見怪不怪。但是我法院居然也這樣閉着眼判案子，這不就閉着眼判案子嗎？你看現在調查組查什麼？調查組查的還是銀行。你南陽你地方成立專案組，你倒是把法院查一下。你問題是出在法院系統，這最後一道保護傘，最後一道這個圍欄壞了。你查銀行那兒有什麼用？當然也管用啊，把銀行查一遍，把它都處理了。這個葫蘆僧判了葫蘆案怎麼處理？但大家對法律沒有一點信心的時候，那就是整個大廈垮塌的時候。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